哇！阿 Jam 唱歌真係好勁，把聲好有穿透力，又有台型，真係抵佢咁紅嘅嚇。一味靠牙都話好聽，識唔識唱歌㗎？LeBron 真係堅勁喎，打咗20幾年都仲係咁堅。退休嗰陣咧，應該真係歷史第一人啊嚇！佢打波咪一味靠牛、靠走寶 ，Kobe 好波過去多多聲啦，仲話第一人你都戇。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呢？平時現實世界我哋遇到嘅人，其實大多數相處落咧都係相安無事嘅。但係點解當你一去到啲網絡世界啊，或者睇啲社交媒體，例如話 IG 啊、Threads 呢啲咧，基本上好容易一個 post 下邊就會罵戰不斷，甚至喐啲咧就會喺網絡上面對啲唔識嘅人啊人身攻擊，嗌到你死我活咁。嗱，其實咧我本身都唔係好知道點解嘅，直到咧我睇咗一本書。歡迎嚟到今集嘅說好書。今次嘅好書係劉潤博士所作嘅底層邏輯。原來我哋所講嘅每一句說話咧，首先其實可以大致分為2大類型。第一類型咧，我哋叫做事實。嗱，事實咧係一啲客觀存在嘅嘢，唔需要任何主觀嘅判斷嘅。例如話今日天氣12度，呢句咧就係好典型嘅客觀事實。咁事實之外，第二類型嘅說話咧，其實就係叫做觀點啊。嗱，觀點咧係每個人對於客觀事實嘅主觀睇法。例如話今日天氣好凍。嗱，天氣好凍咧，呢個就係個人嘅主觀判斷。凍定熱咧，其實係每個人嘅個人感覺。可能呢個人天生比較怕凍，又或者佢病緊，佢覺得好凍嘅天氣，其實可能你會覺得好熱。咁喺度調翻轉咧，好熱咧就會變咗係你嘅觀點啦。嗱，分析完事實同埋觀點之後，作者開始提到咧，其實我哋所講嘅説話咧，仲有第3種同埋第4種嘅類型。咁第3種咧，其實我哋就會叫做立場。立場咧，其實就係俾位置同埋利益影響到嘅觀點。假如你今日咧係商場嘅保安，有人問你啊，你凍唔凍啊？嗱，你知道如果你答覺得凍嘅話咧，你可能就特登要去商場嘅頂樓咧調節翻成個中央冷氣，因為你唔想做拗嘅工作，所以即使你凍到騰騰震，你都可能會答我唔凍啊。咁呢個唔凍嘅答案咧，就係俾你嘅位置同埋利益影響到嘅觀點，即係你嘅立場。第4種亦都係最後一種説話嘅類型咧，我哋可以叫做信仰。信仰係一種無需要論證，亦都無從論證。作者咧就叫佢做完全自洽嘅體系。我嘅理解係信仰本身就冇需要邏輯，冇需要解釋，或者佢本身就已經係一個邏輯。而信仰同信仰之間咧，亦都係互相矛盾嘅。例如基督徒有佢哋所信嘅嘢，佛教徒有佢哋所信嘅嘢，伊斯蘭教徒又有佢哋所信嘅嘢。咁如果你發現你朋友講嘅説話其實係代表緊佢背後嘅信仰嘅話咧，我哋一定要記住，千祈唔好同佢哋爭論信仰，因為第一你冇可能拗得贏，第二就係你應該會冇咗呢個朋友。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翻返去頭先我哋嘅問題。點解平時我哋嘅現實生活啊都好地地，但係咧網上世界嘅言論永遠就好似一個戰場咁樣？因為喺現實嘅世界咧，同得我哋相處嘅人其實都係啲有相類近觀點啦或者立場嘅人。例如話中意曼聯嘅會玩埋一齊啦，相信中醫嘅又會玩埋一齊，中意做生意嘅又會玩埋一齊。不過網絡嘅世界咧，好似一個大熔爐咁樣啊！曼聯嘅球迷會遇到車路士嘅球迷，信中醫嘅會遇到啲覺得中醫唔科學嘅，做生意嘅又會遇到啲追求安穩嘅。於是乎咧，大家都會覺得自己嘅觀點先係事實，然後咧就開始拗到你死我活咁樣。嗱，呢本書咧就帶出咗一個非常重要嘅信息同埋思維，就係事實有真假，觀點無對錯。去到呢度咧，我又想試下舉另外一個例子喎。大家睇下呢個紀律部隊嘅起薪表。大家都可能有聽過，主任級嘅起薪點最低都有41,000蚊，真係人工又高，前途又好。嗱，呢度嘅上半句大家都一定會知道係完全客觀，亦都無從爭辯嘅事實。至於下半句呢，人工高，前途好，其實呢係屬於個人主觀嘅觀點嚟嘅喎。每個人成長嘅背景都唔同，接收到嘅資訊啦同埋思維模式都唔同，所以對於一啲客觀嘅事實，每個人呢都可以有唔同嘅主觀觀點。對一個家庭背景比較基層嘅年輕人嚟講，主任級嘅呢份工的確可能係人工高、前途好。呢樣呢係由於佢哋嘅成長環境所遇到嘅人啦同埋事而形成嘅思維方式，繼而持有嘅一個主觀嘅觀點。不過如果假設而家有另外一個後生仔，佢出生喺醫學世家，屋企咧世世代代都係做手術嘅名醫啊，個個都係月球人嚟嘅，佢自己咧亦都好爭氣咁樣考入醫科。咁佢就真係會未必覺得呢份工咧係人工高、前途好。對佢嚟講，成為一個醫生先會係唯一一個人工高、前途好嘅事業選擇。觀點本身咧係冇對錯嘅，觀點只係影射緊一個人由出世到而家所接收到嘅唔同資訊，或者已經形成咗嘅思維模式。所以當我哋同唔同嘅人傾偈嘅時候咧，當然要有自己嘅觀點啦。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都一定要尊重人哋嘅觀點。好啦，咁我再延伸落去，假設你本身係講好咗同女朋友咧一齊努力儲首期。
而如果你女朋友同你講嗱，我係話如果啫，佢話不如你考紀律部隊啦，考到主任嘅話咧，結婚之後有機會排到宿舍喎，咁我哋而家咪唔使咁辛苦，一齊儲首期咯。嗱，咁呢番説話咧，其實好有可能咧就係佢嘅立場，即係咧被佢嘅位置同埋利益所影響同埋引導嘅觀點，因為佢咁樣咧就唔使咁辛苦儲首期啦嘛。我哋喺度咧就要明白，我哋冇可能同立場唔同嘅人咧傾到對錯，亦都冇可能同佢哋取得共識。所以有句説話係咁講嘅：小朋友才談對錯，大人只談利益。因為小朋友嘅世界係冇位置同埋利益嘅。喺呢個例子入邊嘅女朋友咧，唔係因為紀律部隊嘅使命感，亦都唔係因為呢份工嘅收入同埋前途，而只係着眼於紀律部隊嘅宿舍呢個利益，去遊說你做決定。如果你本身係唔想考紀律部隊嘅，你想要改變主意，你嘅論點就只能夠針對翻你嘅利益。例如你可以話紀律部隊咧其實都唔係好啱我都係想做生意多啲啊。嗱，不過你放心啦，首期我可以自己搞掂，我一定可以咧買到一間仲靚過紀律部隊宿舍嘅樓。同立場唔同嘅人講嘢，我哋只有針對佢哋 concern 嘅利益，先有可能達成共識。好啦，我哋不如講埋最後一個例子。如果一對父母同佢嘅下一代講：喂，你成個家族，包括你阿爸啦、你阿媽啦、你阿爺啦、你阿嫲啦、你阿婆啦、你阿公啦、大伯啦同埋舅父，其實全部都係做公務員嘅，所以咧你都一定要考公務員。嗱，我知道啦，現實世界嚟講就應該唔會有呢類型咁極端嘅父母嘅。不過如果真係有人咁樣講嘢嘅話咧，你會發現呢番説話咧係一種無從論證嘅邏輯，基本上咧係無從辯駁嘅。呢個好可能咧就係呢一對父母嘅信仰。嗱，喺度咧就為咗令大家都易啲吸收，我喺度整理翻咧4種説話嘅形態。第一係事實，獨立於人嘅判斷，係客觀存在嘅。第二係觀點，係每個人對事實嘅睇法。同時我哋都要記得尊重每個人觀點，咁樣咧我哋先唔會局限喺自己認知嘅同溫層入邊。第三係立場，係我哋每個人被位置同埋利益影響嘅觀點。我哋唔好諗住同一啲立場唔同嘅人取得共識。大人嘅世界只有利益，小朋友嘅世界先有對錯。最後就係信仰啦，內部完全自洽嘅邏輯體系。我哋千祈唔好嘗試改變人哋嘅信仰，因為我哋係冇可能拗得贏嘅，我哋只會因為咁樣而失去咗呢段關係。最後咧，我哋都應該注意下平時自己嘅思考同埋説話。平時我哋會唔會將自己嘅觀點以為係事實，又或者將我哋嘅立場講成咗觀點，又或者我哋有冇嘗試過去夾硬改變人哋嘅信仰？如果我哋平時都習慣咁樣做，可能會喺日常生活中咧同人交流嘅過程當中，會不經意咁樣令到人哋感覺到唔舒服或者尷尬。所以呢本書底層邏輯絕對值得我推薦俾大家。